話是我的母親，我必不至叫佛。是我肚我最清楚的事，是我拿我將來的水邊。敬敬畏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敬畏耶和華是我的牧者。智敬畏耶和華是智，開尊係啦。聖經都是想想問題，呢個都在市場規定找到，然後亦都是有益得叫屬神，啲油油一串預備行惡上士，提摩太後書啱咗16節，係啦。萬分之耶和華是不是依靠上嚟，不是穿倚靠，尊靈光能成事，世間人也是你想到知。好嘢！第一當信主耶穌永華你一家必得救，喜樂，啲心乃是良藥，將傷啲如骨枯乾。第一上帝創造天地萬物，花，創智慧，創造第一個人叫阿咩啊？阿咩啊？阿當呢？阿婆婆俾個魚仔你食，咁響嗰個阿當嗰度攞咗，朝古做咗夏娃，神安排佢哋喺邊度住啊？咁神叫佢唔好食咩啊？未住所子，後尾夏娃俾條蛇引誘夏娃食咗，係啦，食咗佢又遞俾亞當食，係咪啊？後尾犯咗罪，咁神呢就唔俾佢哋響，呢件原住係啦。咁呢亞當夏娃生咗兩個仔，第一個仔叫阿白，敬，佢想嘅一名，係啦，該神敬該人咩啊？唔叫俾神弟咩？係啦，神叫邊個？做光照，叫邊個啊？羅。做光照，約翰寫咩啊？一棵樹木。好嘢！唱支歌俾婆婆聽下，十字架啦。十字架榮耀我哋榮耀，我終追到這聖潔，為他忍受我血。好啦。好。